大家好，我哋今日係做嘅實驗係陀螺，我哋會用兩種唔同嘅物料嚟做陀螺。首先，我哋會用一啲紙皮，裏邊就掛一個窿，兩支竹籤、膠紙同埋對樽嘅底。我見佢係圓形，所以就攞嚟試下做陀螺。我哋會試用咗做紙皮嘅陀螺，將竹籤穿入紙皮裏邊。如果一個轉得唔平穩嘅話，就試下用啲膠紙試埋兩個。兩個都可以嘅，都可以試埋3塊嘅。有啲唔平穩，試下用膠紙黐住佢。呢度同下邊呢度都可以黐住佢，唔使費事佢又甩。咁整完就可以試下。唔得嘅話就可以拉高少少。咁就得啦。第二個陀螺差唔多一樣方法，一穿入去。如果你想唔跌嘅話，你都可以黐少少膠紙。咁就可以啦。而家就比較下邊個陀螺可以轉得穩定啲，同埋快啲。我覺得比較轉得平穩同埋快啲嘅係膠嘅陀螺。